长期以来，拢伫咧关心重症囡仔的民间团体，讲政府对这重症囡仔的定义无够明确。致使这囡仔明明有长期的医疗需求，却是无法度摕到重大伤病卡，也是身障证明，互家庭面对正大的压力。还政府就爱立法，也爱有专职单位。 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甲进步，互重症的囡仔活落去的几率增加。民间团体指出，这囡仔长期有医疗的需求，亲像呼吸器、片胃管和药物使用等等。不过，医疗上针对重症囡仔的定义无一致，致使一寡囡仔无通摕到重大伤病卡，也是身障证明，就会欠缺政府伫医疗和生活上的资源。呼吁政府爱甲重症児童权利和家庭支持的需求入法，嘛，就爱有专职单位。 必须要修订这样子的相关的一个服务跟给付，以及这个重症的就学照顾的需求，那当然也是期待有一些法规来帮忙。我们乐见这个儿童家庭署的设立，但是中央跨部会的这个组织架构，我想更有需要。 另外，民团嘛呼吁政府长照人员的训练，无应该干那偏向照顾大人，嘛应当注重重症囡仔的专业照护。卫福部回应讲，明年针对0至6岁的儿童医疗量能保障计划，拍算投入249亿，也来调关儿童重症的支出，嘛会针对长照人员开设定重症儿童课程。我们开始把长照人员的能力的部分，希望能够扩大失能重症儿童的相关的照顾，然后开始有就是影音的课程、标准化的教材跟强化师资的内容。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国内重大伤病的儿童有17000多人，适龄重症的儿少有1220人。不过，民团认为这个数字有可能少算，嘛指出重症囡仔大汉的过程有成功脱离医疗生活几率，关键就是自细汉爱有好的照顾。呼吁政府通参考日本的制度和立法经验，互家庭、社区甲政府资源三方通互相支持。记者卢尚如、郑准尧台北报道。